继续来看中国的唱水艦前一阵走来海峡中线附近，但有渔民讲，顶礼拜四有看到一只中国的飞船驱逐舰wat来，佮讲这毋是第一届看到啊。为着要应对中国威胁，今年咱的汉光演习嘛拍算要取消表演的项目，嘛无要彩排，强调随机应变，要加强咱军伫咧战场实战的能力。远远海面上有一只军舰，20透早，澎湖渔民看到舷号153的强军西安号飞船驱逐舰出现伫澎湖传统市场南车海峡，也就是俗称的海峡中线。啊，都西上北啊，我快西上北啊，伊若摆我来到，我就袂惊啊。会比较担忧啦，因为不小心一触即发。顶礼拜，有强军09型飞船核潜舰出现伫金门下门水道附近航行。这礼拜又有西安南河渔民看到，毋能赶紧驶离开，闪避也强调，毋是头一摆看到强舰出现伫这个海峡。加上各台办才大动作宣布，要严厉整处台独行为，继续对台文攻武吓。国防部也公布上新查到强机15架次，强舰6架次，伫台海中线以西、归人外海、加古兰皮外海，对台停歇3面包局进行。今天绕台军演20架，明天的绕台军演你是不是要30架？其实中国的经济体很大，还是经不起这样大量的军事消耗，用军事手段来威胁敌方，会有边际效用递减的问题，而且会递减得很快。强军动作真急，不过专家分析，出动力量有限，为了应对中国威胁，年度汉光演习也伫7月2日登场，连续5天，国防部会取消表演性的电视性科目，也被有事情的有演甲有效，并且强化下定战的战略，将是上瓦军实践的一摆演习，减轻国军不必要的负担，形式化的业务，强化实战化的训练跟实战化的技能。对台海紧张的关系，传出美国最近有2位国务院副总卿来台湾参与会议，毋但甲外交部长林佳龙见面，也甲驻台外交官员的会谈，讨论因应中国误解联合国第275号决议，强调275号决议无干涉台湾，呼吁国际无应该就此排除台湾的参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